歡迎收睇 X Power Gear Lab。咁我早兩日行過旺角嘅動漫店啦，除咗有 figure 有啲漫畫之外咧，原來仲有一啲咁嘅電子用品，其中一個咧就係好靚嘅呢個 X Power 同龍珠聯成嘅充電器。咁我專登咧就攞咗一個布歐出嚟咧，同大家介紹下點解係布歐啊？因為第一粉紅色好靚啦，第二咧就係布歐嘅周邊產品咧，好似係少啲嘅。咁但係其實布歐係即係好得意噶嘛，同埋佢後來咧即係改邪歸正咧係比較受歡迎嘅。咁啊，另外咧亦都有綠色嘅神龍啦、藍色嘅比達啦，同埋橙色嘅孫悟空嘅。咁啊，四隻實色嘅顏色咧，其實攞出嚟咧都係幾靚仔噶。咁呢個旅行充電器咧，前面嘅插座啊，加埋後面嘅插頭咧，已經可以通行全球超過198個國家去使用即係大部分嘅制式咧都對應到除此之外咧，仲有5個嘅 USB output 嘅，咁左右兩邊有2個 USB Type A 啦，頂部咧亦都係有3個 USB Type C， 而佢嘅 Type C 咧係支援 PD 3.0， 即係快充嘅，最高嘅輸出咧有成45瓦噶。咁為咗方便大家收藏啦，隨機咧仲附送埋一個 fit size 嘅袋仔咁可以袋住喺行李篋嗰度咧，周圍去咧都好方便啦。同 X Power 嘅其他產品一樣啦，裡面咧係有過熱、過充、過流同埋短路嘅保護嘅，咁就算帶出去旅行咧都唔使驚有安全問題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早2集咧仲介紹過 X Power 同龍珠聯成嘅充電線咁孫悟空咧亦都係以呢個橙色藍色咁樣做主色嘅，咁夾埋一套咁真係可以通行全世界咧，你都可以充到電啦。呢件 X 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半年內有壞仲1換1添。仲有購買任何 X Power 產品咧，即可喺產品表面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詳情可以向 X Power 客服查詢嘅。